学们疏导，引领同学们前往校门口搭乘接驳车前往接待学校。请各位长官及各位来宾给予我们今日万里国小参演师生热烈的掌声。以上为演习项目2时学校师生预防性疏散演练，本阶段核安演习结束，请我们工作人员引导长官及贵宾前往校门口。来唱消毒一下，好，好，有代志靠我好，来头。我不要不要！好的，在公权力的指使之下呢，我们已经强制撤离滞留在沙滩的游客。各位长官，各位贵宾，看到我们的正前方有香蕉船及泳客在海面做水上游憩活动，由于时间紧迫，无法立即撤。两个互相配合。